歡迎嚟到太醫館，我係吳凱勤醫師。根據糖尿聯會資料，全港約有70幾萬人糖尿病患者。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進一步發現，每6位患者中就有1位出現腎功能急劇下降，極易引致腎病綜合症。早期識別與規範治療，對延緩病情、保護腎功能至關重要。節目開拍以嚟，我哋嘅留言信箱咧收到唔少嘅觀眾嘅提問啦。咁好多人都想嘗試用中醫嘅方法去到治療，但係實際上咧亦都有唔少嘅問題想知道嘅。例如要食幾耐中藥啊，貴唔貴啊，難唔難食啊？咁呢啲都係好實際嘅問題嚟嘅。今集就同大家講解下啦。首先講下腎病要食幾耐中藥，使唔使日日食？咁呢個咧要睇下你係咩型嘅腎病啦。繼發性腎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引起嘅話咧，中藥係可以雙管齊下嘅，一邊去到控制好個血壓、血糖，一邊去到改善個腎功能。治療期會比較長，可能維持幾個月或者幾年啦，但唔係日日都要食藥嘅喎。急性期啦，咁就要每日去到食藥，穩定咗落嚟之後呢，可以調整為1個星期食3日，甚至喺理想嘅情況之下啦，1個月只需要食1星期嘅藥，幫手去到鞏固。咁原發性嘅腎病啦，例如一啲膜性嘅腎病啊，雖然中醫改變唔到佢發病嘅原因，但係可以持續去到服用中藥嚟去到延緩嗰個病情嘅惡化，從而去到提升個生活質素嘅。咁至於個費用呢，其實中醫個藥費嚟講，相對比較平易近人，唔會好似某啲西醫嘅專科咁樣啦，啲藥物可以好貴好貴。如果係用緊濃縮中藥粉嘅話呢，其實每日嘅藥費啦同感冒係差唔多嘅啫。但如果係用一啲中藥材飲片呢，只要唔係追求最頂級啊、最稀有嘅藥材，例如野生嘅冬蟲夏草呢，咁每日嘅費用呢，其實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咁順道一提啦，藥粉同埋藥材嘅功效呢，咁其實係近似嘅。但藥材咧可以透過揀選更加好嘅批次、產地嚟幫助佢提升少少嘅療效。咁當然啦，個藥費係相對會貴少少嘅。腎病嘅中藥難唔難食？好多時都驚咗嗰陣苦藥味。咁老實講啦，叫得做中藥就唔會係好味啦。不過對於一啲醫治皮膚病嘅苦啊、臭啊嘅中藥嚟講啊，治療腎病嘅中藥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一啲甘淡利水嘅中藥，味道係比較平淡，唔會好難入口嘅啫。通常幾耐會見到改善？咁唔同嘅症狀佢改變嘅速度都唔同嘅。例如小便同埋水腫啦，一般慢性腎炎咧，用1個星期藥咧就已經小便嘅尿量會增加，水腫可以得到改善。咁隨住水腫改善啦，病人個胃口啊、食慾啊會慢慢翻嚟，一啲疲倦啊、嗜睡嘅狀態咧都會得到改善嘅。繼發性腎病嘅蛋白尿啦，大概2個星期到咧就可以留意到小便個泡量咧可以見到明顯減少嘅。貧血、電解質紊亂咧喺幾個星期內咧就會得到改善㗎啦。至於血肌乾、腎性脾炎，例如紫癜呢啲咧會比較慢啲，大概需要3個星期後先至會見到有明顯嘅改變。一啲生活狀況好似胃脹啊、失眠啊、便秘咧，通常2個星期左右咧已經有好轉㗎啦。咁食藥期間會唔會有啲日常唔舒服嘅副作用？基本上係唔會有嘅。長期透過中藥去到介入咧，最明顯嘅變化咧，會留意到大小二便啦，佢個量會改變嘅，但係唔會出現尿頻啊、尿痛呢啲嘅症狀。大便通常咧會維持喺每日1至2次，係一啲暢通嘅表現。反而病人好多時候會發現個人精神咗，容易入睡咗，食慾得到改善，唔會胃脹，唔會出現一啲皮疹、尿失禁或者長期肚屙呢啲嘅問題。中藥西藥一齊食會唔會有相撞衝突？呢個係好多人擔心嘅問題，但係其實好簡單，只要中藥同埋西藥分開相隔2個鐘頭去到服用呢，已經係非常安全㗎啦。如果病人冇一啲好特殊嘅疾病對於常見嘅三高啊、痛風啊、心臟病等呢，其實好少出現撞藥嘅不良反應。有人會問，食咁多藥會唔會傷肝傷腎？其實只要用藥正確呢，中藥反而係改善腎臟嘅代謝功能，唔會加重個病情嘅。至於肝臟，常用喺治療腎病嘅中藥呢，大多數都冇肝毒性。有啲人會驚中藥西藥一齊食會過量，例如啦，降血壓嘅藥會唔會令到個血壓降得太低呢？咁其實呢啲嘅症狀可以透過去到監測個血壓啦、血糖，容易觀察到嘅指標，即時去到反饋同埋調節藥量嘅。咁至於血肌乾啊、腎功能呢啲呢，咁就要靠長期嘅對血液嘅監察嚟調節個用藥啦。腎病食中藥會唔會越食越衰？如果唔好彩冇效點算？
咁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啦，只要中醫師佢係熟悉治療腎病嗰個流程同埋用藥原則嘅話呢，又清楚你嗰個嘅病情嘅話呢，合理咁樣用藥係唔會加重嗰個病嘅病情㗎。對於繼發性嘅腎病啦，中藥係可以控制佢原本個發病原因病情冇咁容易轉壞嘅。對於一啲原發性嘅腎病啦，中藥主要係對住佢個症狀去到治療，延緩洗腎嘅時間，而唔係去到根治佢。當然啦，世事無絕對嘅，治療冇效嘅情況呢，主要出現喺已經要洗腎嘅患者身上，因為腎功能已經嚴重衰退啦，百病叢生，好難控制㗎。但係去到嗰個狀態嚟講呢，繼續去到食中藥呢，我哋嘅治療目標已經係轉為改善個生活質量為主，而且病人亦都唔再需要擔心食中藥會傷腎，因為洗腎機呢已經幫你處理咗呢個排毒嘅問題。咁好多時病人啦，亦都會有個好尷尬嘅問題點樣同而家睇緊嘅西醫講話想用中藥？其實中西醫結合治療腎病咧，喺國內已經係好通行嘅。我會建議病人坦誠去到同西醫溝通，話俾西醫知，而且講清楚尋求中醫治療嗰個嘅目標，例如係想改善個水腫舒緩個疲勞病人定期覆診嗰時，甚至係好嘅驗血報告嚟展示中西醫結合腎病嘅優勢。食緊腎病中藥期間，可唔可以食其他中成藥或者保健品？咁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係冇影響嘅，但係你要考慮食其他嘅保健品嗰個必要性咯。例如感冒藥啦，短期服用係冇問題嘅。至於保健品啦，就要審慎啲，因為腎病病人啦本身嗰個腎功能個化驗指標就好容易被波動嘅。中藥用藥咧要跟住個指標好靈活去到變化，保健品個參與啦，咁就會構成不必要嘅風險啦。所以最好都係問過你嘅醫師。亦都有觀眾問啦，咁係咪要戒口戒得好犀利嘅？咁原則上咧，我哋唔需要有一套新嘅戒口方法，基本上跟翻腎病患者佢個日常飲食注意就得。呢個課題好大，我哋之後再詳細講。大原則就係要控制好鹽分同埋蛋白質個攝取量，避免飲酒同埋一啲發酵加工嘅食物。從中醫角度就係避免一啲大寒大熱嘅食物，好似苦瓜冬瓜呢啲小食係有益嘅。但係好似榴蓮啦、辣椒油啦呢啲阻礙氣機嘅食物呢，咁就應該可免則免啦。其實腎病患者戒口特別嘅一點唔係叫你唔好食啲咩，而係叫你戒咗偏食嘅習慣，盡量咩都食少少，種類要多。一嚟可以保持營養同埋微量元素嘅均衡，二嚟五味俱全呢，可以令到個身體陰陽平衡，唔會因為偏食某一味呢而令到個病情去到失衡。睇中醫前有冇嘢要帶嚟？腎病患者睇中醫前最好咧有埋腎功能肝功能呢啲嘅體檢報告可以帶嚟。呢啲嘅資料可以喺醫健通HA Go 入面揾到嘅。如果觀眾有其他嘅問題，都歡迎去到繼續 inbox PM 我哋。我哋下集再見，拜拜。